陪出去陪伊录碟，藏人小朋友学藏文，句型班。让你误罪，自我介绍。问答。天让素影，你是谁？我这是给戳波影，我是札西的朋友。天让起称啦，开瑞数起月，请问您尊姓大名？我名啦尼玛十七岁，我的名字叫尼玛。去让公路较脆弱，请问您贵庚？我老就短影，我17岁。去让龙巴看内影。你是哪里人？我培育内影，我来自尼泊尔。去让请人考波的月，你家在哪里？您人台北哪月？我家在台北。人啦人咪素素月，家里的家人有哪些？人啦爸啦阿妈啦阿舅堂阿家月，家里有爸爸妈妈以及哥哥与姐姐。简述。我名啦尼玛17岁，我的名字叫做尼玛。我录出影，我是学生。我老就短影，我17岁。我能明年都对几月？我和家人一起住。人啦爸啦阿妈啦阿舅堂阿家月，家里有爸爸妈妈以及哥哥与姐姐。我普充血人，我是老幺。巴拉堂阿妈拉吉我拉强波起几月，爸爸和妈妈对我很慈爱。
波拉唐莫拉培育拉月，爷爷和奶奶在尼泊尔。莫拉吉某某贝辛波杜克，奶奶的蒸饺十分美味。昂错苍妈吉波杜克，我们都很快乐。昂错苍妈陪巴引，我们都是藏人。陪卡哇间昂吹坡玉引，雪域西藏是我们的故乡。陪给昂吹帕给引，藏语是我们的母语。昂错央塞苏西打波引，我们是藏文字母的主人。